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8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一聊中東，聊一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以對伊朗進行混合雙打的40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40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二穆杰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40天。但是好在這第40天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一個是穆杰塔巴似乎有了下落，所以這也是穆杰塔巴重現人間的第一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伊伊朗國喪結束的一天，所以也就成了伊朗跪地求饒的第一天。伊朗徹底被打服，盘盘們又開始神經錯亂。為什麼？我們看一看特朗普就在他的最後通牒還差1個小時的時候，突然宣布停止打擊，至此伊朗和美國各自宣布自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到底怎麼回事？盤盤們也跟着後面高潮了。這個特朗普不是一再推遲最後期限嗎？後來給了一個美東時間4月7號晚上8點，如果霍爾木茲海峽還不能通行，那麼就讓伊朗回到石器時代，地獄般的打擊等等，就是各種耸人聽聞的詞彙。那雙方實際上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之下是在談，但是最後時刻特朗普毛了，就特朗普耐心盡失，他在那個真相社交上發了一個最後通牒的帖子，他說今晚一個文明將徹底消亡，永不復返，我不願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它或許終將到來，然而如今我們迎來了徹底的政權更迭，更加睿智更加理性的思考佔據了主導地位，或許會發生一些革命性的奇蹟，誰知道呢？今晚我們將見證這一切，這將是世界漫長而複雜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刻，長達47年的勒索、腐敗和死亡終將終結，願上帝保佑偉大的伊朗人民。特朗普稱之為一個文明將徹底消亡，說的挺嚇人。當然特朗普這種表述在全球引起了廣泛的一個反響，更多的是批評，也就是說你到底跟誰打仗，你怎麼還消滅一個文明？這就說明特朗普這個人口不擇言，口无遮攔。就是特朗普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出這個最後通牒火藥味非常濃，導致伊朗這邊似乎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混亂。首先是伊朗放風，放什麼風？這個可是央視報道的。央視說，據伊朗方面7日消息，該國已關閉與美國所有外交和間接溝通渠道，所有信息交流也已暫停。我給翻譯一下，伊朗跟美國拉黑了，不僅跟美國拉黑了，而且跟巴基斯坦也不溝通了，就是間接溝通渠道也拉黑，意思是不談了，愛咋地。特朗普他发讓文明消失那個帖子，顯然最後再加把勁，就是威脅恐嚇到了極點，不行我就打了。這個時候離最後時刻還有不到2小時，伊朗那邊放話說拉黑美國，對吧？不再跟美國有任何談判，完了之後還不跟巴基斯坦聯繫。這個時候美國以色列可不是光動嘴，人家馬上就動手。首先是以色列國防軍，他提前他就已經用波斯語向伊朗民眾發出罕見的警告，說今天不要乘坐伊朗境內的火車，致伊朗境內用戶和火車乘客的緊急警告。尊敬的公民們，為了您的安全，我們懇請您從現在起至伊朗時間21點，不要在伊朗境內乘坐火車。您在火車上的和鐵路線附近的活動會危及您的生命。也就是說，以色列要對伊朗的鐵路系統進行毀滅性打擊，要對這個鐵路系統進行清場，讓大家不要坐火車，也不要靠近火車鐵路線。就在特朗普發出消滅文明的信號之後，以色列對伊朗全國各地的鐵路系統和鐵路橋梁發動襲擊。與此同時，美國打擊了哈爾科島上的軍事設施。根據伊朗邁赫爾通訊社7日報道，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哈爾科島發動數次襲擊，島上響起了爆炸聲，給人感覺就是美以聯軍要對哈爾科島進行先清掃，隨之而來的就是要敦島行動。伊朗阿爾伯茲省加爾姆達雷地區的這個叫哈拉奇高速公路，一座橋梁被以軍轟炸。
這座橋梁靠近並連接一個軍事區域，該區域包括一個駐軍的營地和一個停車場。什麼意思？總之，在伊朗耍小脾气，拉黑美國，表現一個不談判了，就這麼着的姿態之後，美以是左右開弓，幾個大耳光子扇過去。特朗普他又發視頻，又配文說伊朗许多軍事領導人，他們領導伊朗的方式糟糕不明智，以及其他許多罪行，都將在這次對德黑蘭的大規模打擊中被清除。特朗普的威脅再一步升級，不僅要讓這個文明毀滅，還要對伊斯蘭革命卫队的軍事領導層肉體消滅。以色列的總理內塔尼亞胡宣布升級對伊朗軍事打擊力度。2026年4月7號，以色列總理内塔尼亞胡發表公開聲明，證實以色列國防軍正在加大对伊朗恐怖政權的軍事打擊力度。根據其披露的戰果，以軍在昨日的行動中成功摧毀了多架運輸機以及數十架直升機，而7號的打擊目標則轉向伊朗的戰略基礎設施，重點襲擊伊斯蘭革命衛隊控制下的鐵路和橋梁。以色列國防軍對伊朗武裝部隊在包括德黑蘭、卡拉季、大不里士、卡尚和庫姆等地運輸武器和軍事裝備的8座橋梁實施打擊，炸大橋，然後再打擊伊朗的重工業目標。當地時間4月8日凌晨，據以色列空軍消息，以色列当天对伊朗重工業目標實施了大規模襲擊。伊朗的阿拉克的一家鋁廠和馬赫沙爾的黎明石化聯合體被摧毀。阿拉克至少聽到8次爆炸聲，並且本來原定於北京時間7日20時，也就是特朗普要舉行五角大樓這個新聞發布會，也突然取消。美國的媒體開始放風，說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能源設施進行大規模轟炸的計劃已準備就緒，只待特朗普下令。這個 B-52 轟炸機也從英國的基地紛紛起飛，飛到伊朗上空，恐怕正好是特朗普所說的最後時刻。所以大家知道，在特朗普宣布最後时刻之前，伊朗拉黑美國這段時間裡面，美國和以色列是加大了对伊朗橋梁、重工業、什麼化工廠、冶金廠進行打擊，但是還沒有打它的石油能源設施。但是幾大耳光子扇過去之後，效果就有了。什麼效果？又是央視報道，前面是央视報道說伊朗已經關閉了和美國對話的通道，就是拉黑了，也不跟第三方溝通了。結果後面一個小時以後，這個央視又報道說，伊朗與美國之間的外交渠道以及間接對話渠道並未關閉。這大耳光扇的，所以說最狠的話挨最毒的打，那就是毛拉政權。這煮熟的鴨子嘴硬，伊朗本來還想硬氣一下，反擊特朗普說的是一個文明將滅亡的這種威脅，結果還是扛不住揍，妥協了。伊朗嘴再硬，身體還是誠實的。面對美軍大規模空襲民用基礎設施，不僅擔心，而且還害怕。在最後的1個小時，伊朗答應了特朗普，還是跪下了。怎麼跪下呢？這個特朗普已經說了，他最後通牒只有一個條件，也就是你伊朗要放開霍爾木茲海峽，否則就把你這個文明消滅，就這意思。那最後伊朗同意了。伊朗本來这個伊朗外長阿拉格齐放風說，我們不要停火協議，我們要停戰，這個大家都理解吧？在停戰之前不會放開什麼霍爾木茲海峽，理由就是如果僅僅停火，那你美國回去又開始生產什麼愛國者導彈去了，生產無人機去了，補充你的彈藥，你回來又得打我們，要打就現在打，你們防空武器沒了。這是胡一金老師分析的，美國人笑了。一頓狂轟滥炸之後，毛拉政權老實了，对吧？就在特朗普的最後通牒還差一個小時的時候，根據伊朗法爾斯通訊社消息，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當地時間，也就是4月8日凌晨发声明稱，根據最高領袖建議，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批准，接受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提議。再也不說停戰了，老實停火，都是央視報道的。央視就在這之前還報道說，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6日報道，也就是1天之前，伊朗就美國提出的結束戰爭提議作出回應，伊朗排除
臨時停火的可能性，嘴還硬得很，說停火我不要，強調必須永久結束衝突，臨時停火是不行的。報道說，經過伊朗高层為期2周的全面研究，伊朗已将其对美國關於結束戰爭提議的回應轉達給巴基斯坦。伊朗方面基於以往經驗，拒絕停火，強調必須在考慮伊朗利益的前提下永久結束戰爭。大家知道什麼意思了吧？這就是特朗普說要把伊朗這個文明消滅之前，伊朗一直堅持別談什麼停火，我們要的是永久結束戰爭。伊朗說了，4月7號晚上8點之前，如果不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就把你們這個文明給抹掉。那現在伊朗還是接受了停火協議，那你說誰贏了？但是這個在談判看來，那是伊朗取得了全面勝利，特朗普再一次退縮。這個不能說特朗普退縮，因為在最後關頭伊朗讓步了，霍爾木茲海峽通了，但是這個通不通還得看情況。至少伊朗被美以炸完之後老實了，一看特朗普絕对不是打一打嘴炮就完事的，人家是真動手炸呀。伊朗的鋼鐵行業、石化行業基本上報銷了，2-3個小時之內，伊朗國內的這些什麼高架橋、鐵路橋恐怕都被摧毀。伊朗曾經反抗過，毛拉政權放出狠話，对吧？就在他跪之前呢，一位伊朗高級消息人士說，目前沒有與美國進行任何談判。4月7號，美國想要的是伊朗在壓力下投降，如果美國襲擊伊朗的發電廠，整個中東地區將陷入徹底的黑暗。如果局勢失控，伊朗盟友也將關閉曼德海峽。更狠的是以色列，那是抓住這個時間加大打擊力度。這個內塔尼亞胡廢話不說，只是悶頭幹活啊。在卡拉季，伊朗政權高級領導人又躲在地下室召開秘密會議，結果被以色列人發現了，精確制導炸彈又來了。據報道，10名革命衛隊高官在襲擊中喪生。此次襲擊由以色列實施，這些高官只要聚到一塊開會，那以色列人就來了。你說伊朗當局他能不肉疼嗎？以色列空襲德黑蘭叫梅赫拉巴德國際機場，數十架客機在轟炸中起火。以色列声明稱，空襲主要針對被革命衛隊聖城旅用作中心樞紐的梅赫拉巴德機場軍事設施，將打擊範圍限定在了軍用目標上。我剛才說了，特朗普發了真相社交，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實際上他的意思就是繼續恐嚇毛拉政權，對吧？離他的最後期限還有2個小時吧。他說要讓伊朗這個文明消滅，然後伊朗人誤判，以為特朗普就是又要逃跑，不敢炸，不敢升級。所以這個毛拉政權就開始耍小脾氣啊，拉黑美國，拉黑巴基斯坦，結果招致美以更猛烈的打擊，一下老實了，立馬遞話願意接受停火協議。所以這個特朗普又發了個帖子，他說，基於我與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和巴基斯坦陸軍元帥穆尼爾的對話，他們請求我暫緩今晚對伊朗實施的破壞性打擊，也就是說是巴基斯坦總理和參謀長請求特朗普，您高抬貴手，您暫緩打擊，就放過毛拉政權吧，也暫時放過，求放過，我求求你了，給我一個面子。特朗普說，並且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同意完全、立即且安全的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為前提，我同意暫停對伊朗的轟炸和攻擊，為期2周，也就是說，同意暫時停火2周。但是2個前提条件，一個是因為巴基斯坦人家作為中間人請求特朗普高抬貴手，第二個保證在最後時刻伊朗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安全、立即、完全開放霍爾木茲海峽。這好多人就說這個還有穿黑，就說這特朗普又逃跑了。這怎麼叫逃跑了？這不是人答應的條件了嗎？這不是特朗普大獲全勝嗎？在高壓之下，毛拉政權跪下了嗎？這個特朗普自己發的那個真相社交上面都有。如果說這是特朗普自己胡說八道的，
特朗普瞎說也有可能，但我們要看看这个巴基斯坦人是怎麼說的。這個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他也發了個帖子，人家都是自己發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着看看。他說，中東持續戰爭和平解決的外交努力正穩步推進，強有力進行，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帶來實質性成果。為了讓外交順利進行，我懇請特朗普總統將截止日期延長2週。巴基斯坦真誠地請求伊朗兄弟們在為期2週內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作為友好的表示，我們還敦促所有交戰方在各地實行為期2週的停火，以便通過外交實現戰爭的最終結束，以維護該地區長期和平與穩定。這個還真不是特朗普胡說八道。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懇請特朗普高抬貴手，延長2週，並且謝里夫懇請伊朗兄弟們這2週就不要在霍爾木茲海峽搞事了，保持霍爾木茲海峽開放，說給我一個面子，並且要求以色列還有中東其他國家在這2週裡面都停火。人家作為中間人在這兒懇請大家，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巴基斯坦人那身段還是很靈活的。人家作為中間人，你就是伊朗和特朗普毛拉政權和特朗普現在頂牛頂上了，誰也不敢讓步。特朗普畢竟不想讓人嘲笑他，又要逃跑又慫了。那毛拉政權呢，更不能說在特朗普的威脅下答應條件呢，那怎麼向國內的談判們交代呢？雖然他已經想跪，想絲滑的跪下，但是國內談判還要交代。印度的談判們也在胡一金老師在望眼欲穿，就翹首以盼伊朗那邊要幹到底，那怎麼能就跪了？所以說謝里夫是非常懂給台階的。他說，兩人不讓步，你們兩人給我一個台階，給我個面子，說我求你們倆，中間人做到這份上不容易，我求你們倆，我求特朗普你高抬貴手，我求伊朗你這2週在霍爾木茲海峽就不要作妖了，行不行？給我個面子。特朗普馬上答應了。特朗普說行，我巴基斯坦人家懇求我，伊朗立馬好不容易有個梯子來了，順着梯子順坡下驢。伊朗的外交部長代表伊朗發了一個聲明，說僅代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對尊敬的兄弟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閣下及陸軍元帥穆尼爾閣下為結束地區戰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謝與讚賞。阿拉格齊說，應謝里夫總理在其推文中所表達的兄弟般的請求，這是謝里夫請求伊朗，你這2週就別在霍爾木茲海峽搞事了，這是謝里夫的請求，並考慮到美國就其15點方案所提出的談判請求，就是美國請求談判15點，以及美國總統宣布接受伊朗10點方案的總體框架為談判基礎。我謹代表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聲明如下：若針對伊朗的襲擊停止，我強大的武裝力量將停止防禦行動，在為期2週的時間內，經與伊朗武裝部隊協調並考慮技術限制，可安全通行霍爾木茲海峽。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外交部長阿拉格齊，你看，就阿拉格齊的意思是，我可不是被這個特朗普的最後通牒嚇到的，我是給謝里夫面子。謝里夫人家是兄弟，穆斯林兄弟，懇求咱們，那也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如果不是謝里夫，那我們是不可能答應這個特朗普的，不可能被特朗普這個最後通牒所嚇倒。給謝里夫面子，還給這個穆尼爾元帥面子，要不我們還準備接着挨揍，就這意思啊。你看你特朗普能打出個什麼樣子出來？不過這個阿拉格齊在裡面也彎彎繞繞的說了什麼？你看美國提了15點條件，我看還挺有誠意的。美國也接受了我們這10點，老老實實認了，那我覺得還是可以談的。所以至此雙方都宣布自己完勝，到底誰勝了？這個大家自己心裡有數。阿拉格齊說：“我相信我們的對手目前已經汲取了很好的經驗教訓。這一次這場戰鬥必須徹底勝利，讓我們的敵人再也沒有機會重蹈覆轍，發動此類襲擊和入侵。”這阿拉格齊說的話很有藝術性的，意思就是說讓他們以後不敢再打我們了。這個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在社交媒體確認，美國、伊朗
及周邊國家已同意在所有區域立即停火，停火行動即刻生效。这个谢里夫邀請美國、伊朗代表團於10日前往伊斯蘭堡，就達成解決所有爭端最終協議進一步談判。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表聲明，確認了經巴基斯坦斡旋達成的為期2週停火協議。聲明表示，該協議對伊朗而言是一場勝利，敵人遭受歷史性和徹底的失敗。伊朗方面將繼續鬥爭，直至取得偉大成果得到鞏固，在地區內建立新的安全和政治格局，並且聲明呼籲全體伊朗人民信任並支持這一由伊朗最高領導層監督的進程，就是談判。下面接下來談判，嚴格避免分裂性的言論，大家不要唱反調。就是這個實際上告訴伊朗國內的盤盤們，認清現實，你要相信最高領導層跟美國談判是不會出賣國家利益的，不會出賣的不會給人跪下，就這意思啊。聲明表示，如果談判失敗，伊朗已做好戰鬥的準備，所以請胡一進這樣的盤盤們稍安勿躁，千萬不要理解成伊朗跪下了，伊朗投降了。伊朗國家電視台大張旗鼓宣傳特朗普恥辱性的退縮，特朗普屈辱地同意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條件，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勝利。白宮發言人說，事實上是特朗普和我們強大的軍事力量促使伊朗同意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談判將繼續進行。從這個雙方在4月7號之前的表態、目標和訴求來說，那可以說是特朗普大獲全勝。為什麼？因為特朗普就要求4月7號晚上8點霍爾木茲海峽通行，這是最後時刻，現在他達到了。而伊朗要求的什麼要不要停火，要階段性的要什麼和平，顯然伊朗在現實面前屈服了。只不過是巴基斯坦的總理謝里夫給了他一個台階上的下，你給我一個面子，咱們別跟特朗普一般見識。為什麼說伊朗是徹底的跪下了呢？我們看一看伊朗提的這10條。首先，特朗普對伊朗提出的這個10條建議啊，他是認可的。特朗普說，我們收到了伊朗提出的10點建議，並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談判基礎。美國和伊朗之間幾乎所有過去的爭議點都已達成一致，但2週的時間將使協議得以最終敲定和生效。我僅代表美利堅合眾國，作為美國總統，同時也代表中東各國，感到榮幸的是，這一長時間問題即將得到解決。也就是特朗普對伊朗提的這10條還是比較滿意的，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可以談。那這10條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們一起看一下，就知道特朗普為什麼會同意在這個10條的基礎上繼續談。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8日發表聲明，公布了通過巴基斯坦向美國方面提交的10項停戰條款主要內容。這10點，一個是經與伊朗武裝力量協調的霍爾木茲海峽受控通行，必須結束針對地區所有抵抗力量的戰爭，美國作戰部隊從本地區所有基地和部署點撤出，制定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行協議，確保伊朗主導地位，根據估算全額賠償伊朗所受損失，解除所有一級和次級制裁，撤銷國際原子能機構和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解凍伊朗所有被凍結海外資產和財產，最終通過一項有約束力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批准所有上述條款。聲明說，安理會決議的批准將使所有這些條款成為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法，為伊朗帶來重大的外交勝利。巴基斯坦已通知伊朗，美方接受上述原則作為談判基礎。特朗普說了，這10條很好，在這個基礎上再接着談。為什麼特朗普接受這10條呢？其實大家一聽一看就明白了，這10條裡面沒有提伊朗還要保留核能力、核設施、濃縮鈾，一條都沒提。伊朗也沒有提他還要什麼發展導彈，這是我的主權，不提了，就不在這10條裡面，那就沒有了。伊朗也不再提什麼援助地區武裝，這不就是特朗普和
內塔尼亞胡發動戰爭的原因嗎？主要原因。至於你這裡面說什麼一個結束針對地區所有抵抗力量的戰爭，就是讓美國以色列不要打珍珠黨什麼胡塞武裝了，那這個談嗎？特朗普說這可以再接着談，說讓美國作戰部隊從中東撤出，特朗普說也可以談，為什麼不能談？如果伊朗這個威脅沒了，那美軍在中東駐軍幹啥呢？特朗普願意撤軍呢，他就不想花錢，對吧？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行協議確保伊朗的主導地位，那特朗普說了，那只要你們都同意的，其他國家你用這个海峽的國家都願意交錢，那你交唄。而且這玩意還可以談的，也就是說這些東西都不在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本次打擊伊朗的他的初衷裡面，那都可以談，這個不是核心矛盾。說全額賠償伊朗所受的損失，這也可以，到時候成立一個什麼基金，美國人也去投資去了，在伊朗你的開放就跟烏克蘭一樣，他搞基金讓伊朗開礦開石油，賺了錢幫你建設，中東這些國家再出點錢，你海峽如果收費收了錢用來建設，他沒有說讓美國和以色列賠償伊朗所受的損失，沒有這麼說。這個錢誰出？特朗普當然願意談的，反正不讓我出錢，有什麼不能談的？解除制裁，只要你不要濃縮鈾，不搞這個導彈，不支持地區武裝，那制裁自然會解除，這個正常。解凍伊朗所有被凍結的海外資產，沒毛病啊。這個解凍完了，這個錢正好作為賠償給你們，算賠償了嗎？用於這個重建嗎？所以你看，那特朗普當然願意了，這裡面沒有一個對特朗普不利的，沒有說要嚴辦戰犯，這不就是伊朗跪了嗎？華跪啊，他的10點特朗普都笑了。你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談判，烏克蘭要俄羅斯，你要嚴懲你的戰爭犯，還追究責任，不是開玩笑的。你這伊朗都沒說追究內塔尼亞胡責任，追究特朗普的責任。伊朗一批又一批的高官被送走了，就這麼算了，不報仇了。我說今天是40天，正好哈梅內伊已經走遠了，按照中國的民間這個說法，是不是你這魂已經回不來了，那就算了，也算屍骨已經寒了，這時候投降說得過去，這就是投降。昨天很多媒體報道，由於特朗普和以色列要打擊美國的伊朗的電廠、大橋，結果伊朗就開始動員兒童、伊朗人走成人盾，在大橋上待着，在電廠附近用人肉去保護大橋，保護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資產。反正這個搞法屢見不鮮，以前我記得南聯盟也搞過，我有印象，就好多人在大橋上站着，你要炸，連我們一把炸死。就是我在想，為什麼會這種局面發生？其實這個好理解，所以這個伊朗他們就理解不了，說你為了一個飛行員，你損失好幾架飛機，幾十億。你看在伊朗這兒，就是為了保護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資產，那幾十萬人在那兒不要緊，你有種把人炸死，用人肉來保護資產。而美國正好反過來，人家用資產來保護人命，你這就是價值觀文明的差距。你有這個差距，你就永遠贏不了人家，對吧？人家體現的發展是為了老百姓，發展是為了人命，你這兒體現的發展是為了特權，發展是為了伊斯蘭革命衛隊資產，那資產為誰服務？人命都沒了，要那個資產幹什麼？這第二個就是什麼？第二你也看，就這些國家他們就是賭什麼？他們相信美國人，他們不會濫殺無辜。他們認為把人放在這兒，你就不敢炸，為什麼？因為你們不敢炸人，你們害怕，你不敢背上這個濫殺無辜的罪名。俄羅斯轟炸烏克蘭，那烏克蘭人就不敢說組織老百姓說我在電廠的門口站着，在發電機機組那站着，你俄羅斯就不敢炸，你組織這個沒用嘛。但是伊朗人認為他堅信是有用的，大橋上一站，你美國就不敢炸，這個就很有意思了。實際上這個就已經說明問題了，這孰高孰低，一下就反映出問題。伊朗的總統佩澤西奇揚他說，有1400萬伊朗人願意付出生命代價來保衛伊朗，因為他們不是在網站上搞了一個聯名嗎？簽名，這裡有我一個，算我一個，+1。伊朗的議長卡利巴夫他還簽名了，算上我一個，第1438萬幾千幾號，再加一個就是他卡利巴夫。那這個佩澤西奇揚應該是高級黑，為什麼叫高級黑？按理來說，在伊朗這兒聯名簽名保護伊斯蘭革命衛隊資產的人，理論上應該達到99.幾%才對。結果他公布出來就露餡了，只有1400萬。伊朗人口是9000多萬嘛，
那言下之意還有8000多萬人不同意，不願意為了伊斯蘭革命为了資產獻出自己生命。你這個所謂佩泽西講就屬於高級黑。你如果讓朝鮮簽名，那絕對是99.99%，四個9，千族群，什麼千族經，千族忠誠。那最後1、2個沒簽名的是因為他不會寫字，沒法簽，或者是植物人沒法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純度應該是100%。所以說伊朗只有1400萬人簽，那還有8000多萬人不簽，這個問題很嚴重，說明伊朗恐怕是岌岌可危。所以在我看來，這個伊朗就是華貴，這是投降了。但是我要把話說在前面，15天中間恐怕還有變故，很有可能談着談着接着炸，因為這個符合特朗普的這個一貫作風。不要以為這14天他真的就不炸了，說不定還要開打。180度轉彎，伊朗現在至少是轉了90度了，再轉個90度就行了。他現在轉90度什麼意思？不想把盤们一下全甩下去了。這麼一轉，畢竟還給盤們一個空間，盤們現在還可以說伊朗是大獲全勝，特朗普再一次逃跑了，不敢炸了，炸怕了。有很多反對特朗普的，肯定是在嘲笑特朗普又逃跑了。我在美以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時候，我一直說特朗普這個人，他有各種各樣的缺點，有很多值得罵的地方，但是在伊朗這個事情上面做的是無比正確。如果說有遺憾，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他還不夠堅決，還想着談判也能解決問題，也能逼伊朗投降。實際上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他先佔領哈爾科島，把哈爾科島一佔再談判，那時候伊斯蘭革命衛隊毛拉政權跪的就會更加順溜，更加服帖。這些川黑你不要在我的這個節目下面留言，你黑特朗普，你黑他別的地方，你黑他格陵蘭島，你黑他吞併加拿大，你黑他不支持烏克蘭，你黑他其他的方面，退出北約等等，你不要黑他打毛拉政權這個事，不要在這兒自取其辱。特朗普對付毛拉政權一點錯都沒有，唯一的遺憾就是不夠堅決，只是暫時停火，後面會一波三折。我們繼續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